係啊。我退翻3蚊俾你。要多杯生嘢。要多杯生椰，好，咁就俾多9蚊。俾9蚊。係，生椰係12，嗯。微細收款9元。收到，多謝。Hello， 早晨。好，稍等。生椰，冰味搞掂。冰味9蚊。9蚊。係啊，我退翻3蚊俾你，等陣。Hello， 前面有一位，稍等啊。一齊打包，唔使打包，好。冰味，多謝。山椰拿鐵，山椰拿鐵，多謝晒，多謝，拜拜。冰味，一杯冰味9蚊，跟住客人俾咗12，退翻3蚊。客人唔要，跟住買多杯生椰。那我就是小罐。Hello， 退翻3蚊俾你。嗯。我喺巴拿馬都刷到嚟嘅。係咩？多謝多謝多謝。翻嚟呢邊二維碼收款。經常刷到。係咪啊？翻嚟探親。翻嚟過清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喂。唉。使唔使打包啊？唔聽。好，多謝冰美，多謝晒，拜拜。Hello。要個招牌，一個葡萄。好，都係凍嘅。嗯。Hello， 唔使等，有一位。褪後車可以點啊？
個招牌有杯葡萄。好啊，冇問題。歡迎大家嚟到啦啦咖啡啊！啦啦今日嘅位置喺廣州花都啊，南航花園北門啊，歡迎大家。歡迎新入直播間嘅寶寶，中意啦啦可以點關注、點讚喎。嗱，聽話啦，點關注、點讚。嚟，葡萄梳打冰美式，香甜美味又激爽，非常之適合呢個炎炎嘅夏日啊！招牌鴛鴦拿鐵，鳳梨同菠蘿有冇區別？有。鳳梨唔使浸鹽水，菠蘿要浸鹽水。喺廣州花都啊，廣州花都南航花園北門啊，鳳梨貴啲啊。係啊，菠蘿唔浸鹽水嘅話會揦脷根啊。一齊裝定分開裝啊？好啊好啊！主播廣州人，係啊，主播廣州花都人。越秀區都唔係好遠啫，我成日過越秀區飲咖啡啊，有幾遠啫？多謝晒，拜拜。兩杯鴛鴦凍嘅，一杯凍嘅，好。唔好咁多冰。好。同埋菠蘿個心好硬啊，唔可以食。菠蘿一般都會批咗個心啊，但係鳳梨嘅話，成隻都可以食。係啊。
應該係咁嘅區別喎。地西餐館15元。冰味，好好好，嚟啦！開車㗎佢仲快啦，一腳油嘅事情，越秀喎，30-40公里。冰味加滿，好鴛鴦冰味係咪正常啊 ？OK， 鴛鴦小冰。你係咪越秀土著？係嘅話，介紹啲靚嘢俾我食。我下次去食區。好想買同款紅茶，咁咪買咯。菠蘿係啊，菠蘿要泡鹽水啊，要浸鹽水啊，如果唔係會係咯，條脷會麻麻地啊，脷根會麻。冇小黃。